台北风台已经过啊，这南部菜市供货量到当时也未稳定落来，价钱也是也未落。民众去到菜市啊，清清菜菜买几项菜色，就要100多块。这高雄主管农会就表示讲，目前有真侪项菜色还阁伫咧种，月底供应量才会稳定，即马价钱也要豆豆啊伫咧落啊。 下晡时啊，高雄内围黄昏市场，侪民众等咧警菜要登去煮暗顿。风台过后，菜价起到即马也未完全落价，亲像小白菜、汤丝仔菜等等，一百拢爱40-50块。买菜民众表示讲，菜色价钱确实拢有起，会尽量买起无遮尔济菜。业者嘛讲，风台过后，菜色价钱确实起3-4倍。小白菜较贵，然后硬菜较俗，各类菜嘛介贵。 会关1倍以上。风台前有啊，它的3倍至3倍啊至4倍啊，所以这30几年，这道是风害灾害上严重的。高雄主管菜市专区也是即届风台损长真严重的所在。即马真侪产地拢无菜，要等待复经。到搭主管农会干那收成硬菜尔，产地1斤30多块。也若较加饮水小白菜、汤丝仔菜甲油菜，一寡农民是拍算要等到月底才开始种。目前农会收的菜色价钱1斤要50块，算是中价。平均啊吼，拢头伫咧50元上下。啊，空心菜有较俗，空心菜头伫咧30几块。啊，若要价钱平稳呢，到月底这段应该咱的叶菜咧就会渐渐啊生产起来。主任表示讲，菜市伫8月底时阵收成量才会渐渐啊回稳，未影响到9月开学，下予营养午餐供应。也若菜市价钱估计要1个月时间才会当全部回稳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